这时，咱来安静心，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旨意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荣光，笑念伊的殿。这时，咱同齐来吟圣诗303首，圣诗303首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为
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列岛林内受苦，殿世界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43篇，也就是以赛亚书12章。我来启，你来应，用交托的方式来启应。伫迄日，你会讲：上主啊，我要感谢你。虽然你有对我生气，你的生气已经煞，你有安慰我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我靠伊就拢免惊。主上帝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救主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祖先的上帝，我要尊伊最大。这声，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：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，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重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愿这个代志遍传普天住伫锡安的人也，着欢喜唱歌。以色列圣的上帝伫恁中间真伟大。即马咱共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赦免阮的罪，也搁留保惠将阮赎回。阮伫你的面前是偌尔不配，愿你赐阮悔改的心，同时今仔日听的道，也会当伫生活中活出你的性命来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读圣经《腓立比书》1章27节，《希伯来书》3章第1节，4章14至16节。腓立比书1章27节，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安尼，无论我会当搁去甲恁相见压袂，拢会听到恁的代志，知恁拢用上一个心情徛在，共心做伙，为着所信的福音拍拼。希伯来书3章第1节，4章14至16节。所以，恁刚受上帝选召，成的兄弟姊妹，恁着想咱所宣认迄位做使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。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上帝的囝耶稣，伊已经上天，
到上帝面前，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。咱即位大祭司，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弱，伊伫逐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，毋过无犯罪。所以，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衬。即时，咱教会音乐侍奉团要带咱来学乐上帝。因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《我渴望看见》。我们等候主，不住寻求你面，昼夜的祷告，为这时代呼求，侧耳来垂听，谦卑悔改声音，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在围绕，充满在这地。神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，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。我们等候主，不住寻求你面，昼夜的祷告，为这时代呼求，侧耳来垂听，谦卑悔改声音，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围绕，充满在这地。神灵如
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。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？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像云彩围绕，充满在这地。神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，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。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，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。父亲会转向儿女，儿女会转向父亲。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？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长老冯灵慧长老，伊要分享的题目是“甘心徛稳，为福音拍拼”。将时间交予冯长老。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今日当来遮，代表新人团契。甲大家分享福音的消息。今日是教会甲社会的奉献主日，所以由新人团契来服侍。我代表新人团契来做福音的分享。这时，请大家下头，阮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天顶的爸啊，阮真正感谢你，在这个疫情的时代，阮拢真慌乱惊吓。主啊，毋过阮知，阮会爱倚靠你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在遮有一间教会，会当来亲近你，来敬拜你。这时，阮要分享你的福音，求你的圣神到阮之地，互听的、讲的，拢得到好处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，科技的进步，甲疫情的改变，改变了足侪代志。我摕手机仔来讲，当我细汉时，大学毕业，转去厝的，庄里敢若有一支电话啊尔，定定听到村的办公室咧喊某某人来接电话。迄阵一支电话足贵的，当阮厝的当到电话时，我也知影爱有押金，手续是足复杂。毋过过10年过了后，今日差不多每一人手中拢有一支手机仔。这支手机仔会当做足侪代志，嘛会当互阮足侪方便。毋过嘛改变了阮的生活的习惯，甲信仰的习惯。这个是进步，还是退步？是生还是死？实际上是看个人安怎使用这个器具。像这张相片的正面的下骹，是一个水泥公司的大头家，伊为着一通电话，对楼顶拨落来，死去。啊，这个新的科技对伊来讲，毋是有好处，是带伊去死。这是足可惜的，啊，毋过这是事实。5月了后，母亲节了后，
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教会该线顶来礼拜。每礼拜早起9点半，我会当拍开电脑，1秒钟就会当到教会啊，就会当参与礼拜。啊，毋过这有实在无？虽然服侍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服侍的长老长职，嘛会讲，请去你，请坐，请唱圣诗。你真正有去你无？有坐落无？有唱无？每一个人拢无相像，这个感觉嘛拢无相像。会当1秒钟来到拜堂，啊，毋过你离开教会是较近，还是较远啊？虽然你会当1秒钟来，啊，毋过你的心可能离教会足远的。你的信仰伫即款的改变，会当徛在袂？这是大家爱想的。尤其咧线顶做礼拜时，大家迄个敬拜的心，是毋是会当持守？这是阮爱思考的。因为即款的改变，有时好，嘛有时歹。好的，你是有较侪的机会，会当看到足侪线顶的礼拜。我知影，我有朋友。一个早起会当去看3间教会的线顶礼拜，歹的是有个人凊彩参加礼拜，伊袂记个礼拜的正虔，伊袂记个哪会爱参加礼拜，这是好还是歹？实际上。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一直在变。这个变是唯一一个无变的。有时紧，有时慢，有时好，有时歹。今日我用菲律宾人书来甲大家分享福音。这个福音就是当时。2000多年前，菲律宾人嘛拄着变，创造这间教会的使徒保罗，伊咧耶路撒冷受了，路加关咧罗马，菲律宾人嘛拄着足大的改变，为着这个改变。保罗写批予菲律宾的兄弟姊妹，因为伊知影，伊咧工业中造成教会足侪兄弟姊妹传福音的热心，我近上帝的心，拢开始渐渐冷淡，甚至信心嘛摇拽。伊要用批信来鼓励菲律宾人。保罗对这款精神的回应，是讲，伊咧问安了后，伊就甲因讲，福音的传播无因为伊路加，所以受到阻挡。反当时有足侪人因为伊的见证，信心搁较坚固，有搁较侪人因为伊的路加，咧甲伊家业内面拄着耶稣，认捌即个福音。伫《使徒行传》路加嘛记载讲，伫伊甲路加的时间，愈较放胆传福音。所以保罗的态度是安怎？保罗的态度，伊明白菲律宾人的困苦，
伊用伊家己的性命来做见证。虽然被关，啊，毋过圣灵帮助伊，互伊知影伊家己会得救，也照着这个见证来分享上帝，互伊的喜乐甲平安。所以伊讲：兄弟啊，我愿意恁知影，我所做有的代志，是叫福音更较兴旺。照着这，保罗勉励腓立比人，因腓立比书第1章27节讲：恁伫一个心徛在，用一生为着福音的信仰三甲出力。国语上就说：你们有同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努力。在这个变动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，尤其是变动啊，个瘟疫惊吓的时代，阮应该思考信仰上中的目的是啥物？这个目的会当对耶稣上尾仔的交代。咧福音书马可福音15章16节，恁去普天下传福音，互万百姓，这才是信仰的目标。信仰不只是家己信靠主而已，应该来完成上帝耶稣基督交代的任务。所以保罗咧伊的教示，一届搁一届的讲，伫一个心徛在，用一生为着福音的信三甲出力。我今日就用这2个点来甲大家分享。头一个是靠主徛在，伫一个心徛在。保罗勉励腓立比的兄弟姊妹，应该靠主来徛在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拄着冲击是足容易跋倒，也是离开。当时的信徒，就像几啊工钱，南部的朋友当着风台安尼大风大雨，因的信心会摇动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1章开始时也有记载，基督徒在世会为主来受苦。这个受苦就是人去威吓因，叫因离开所信的道。啊，因是要安怎徛在咧？保罗也提醒讲，着找逢，才会派到，找逢才会做歹。因是高举甲咧称义，啊，毋过却是做歹。因可能咧信徒中间诱因离开教会，所以保罗才安尼写，咧一个心徛在是咧信仰，尤其咧即款的时代，咧线顶的礼拜，线顶的足侪代志时，阮爱去思考的。什么叫做徛在？16世纪天主教黑暗腐败，神就兴起马丁路德来对抗这个黑暗、这个腐败，挑战当时的教廷，大声的讲，这就是我的立场。因为伊的徛在兴起了宗教的改革，
福音的真理才会当愈来愈光，互搁较侪人有机会会当来认识福音，来会当读上帝的话，徛在实在上，咧属灵的精进中间是上重要的。啊，毋过即个是上重要的。什么方法才会当徛在咧？保罗嘛咧腓立比人书甲阮讲，爱靠主，靠主，你用直接的翻译，就是咧主内面。亲像相见的时，双方的炮火足冲击，啊要安怎会当活？就美的防空洞内面，美的防空内面，上帝当阮面对撒旦的攻击，上好的方法就是美的上帝的防空内面，保守家己咧上帝的内面，这是头一个，因为你会当避免撒旦的足侪攻击。咧线顶嘛是安尼。这一个字咧，甲大家分享。Livingstone 是叫做非洲宣教之父，伊几啊届去非洲宣教、传福音，拄着侪的困难、侪的麻烦。啊，毋过伊嘛是继续去。伊第3届入去非洲时，足久无出来，所以纽约先锋部的头家就派一个记者叫做 Stanley 去找伊。伊动员足侪人甲物力，才会当找到伊。伊找到伊时，就甲Livingstone讲：啊，我来啊，无你甲阮做伙转去。啊，毋过Livingstone甲伊讲：我的任务还袂煞，等我任务煞，我就会转去。所以 Stanley 嘛陪伊留喺非洲，看伊安怎传福音、宣教。伊尾啊写落来，讲伊的信仰毋是表现宗教的理论，是咧日常的生活中热心亲切。咧当地居民当中，伊袂用足激烈的言语去证明伊的信仰，反倒算伊用伊真实的信仰来听伊所有的人，伊周边的人，互伊真做一个温柔、容易斗阵的人。因为安尼，所以伊的福音才会当传出去。所以 Stanley 阁写，伫伊的身躯看见一双看袂到的手，这双手将伊一生所有的不幸、遭遇、困难，转变做连接伫上帝恩典的管道。因为这个管道，早互众人足侪祝福。Stanley 家己嘛，因为甲 Livingstone 做伙，上尾啊，伊会成做一个基督徒。所以知影讲，你照着上主徛在，照着一个神徛在，将伊的上帝的疼、耶稣的疼传互四周的人，迄个力量有偌大？因为主就是咱的力量。旧约有足侪先知，新约有足侪使徒，一生所遭遇的困难，足侪会互人失志、灰心。啊，毋过这个人拢克服一切，完成上帝交代因的使命、伊的旨意。
那因会当安尼做，拢是靠主加添互因的力量。所以耶稣咧福音书嘛有交代，讲恁都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的第一条，嘛是上大的。第二条也三相像，就听主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，是先知一切道理的总根头。所以，阮知影，对这，阮就知影，耶稣嘛有交代，就爱靠伫主的身躯顶，伊的身躯顶，你甲主，咧主的内面，咧主的膀胱内面，避免一切魔鬼的攻击，甲主连结做伙，你就有力量。因为耶稣嘛有讲过，伫伊的内面，因为离开伊，咱就袂当做啥物，就爱伫上主的内面，伫主目看耶稣，常常的祈祷、读经、反省、保持甲主的连结，安尼就会当徛牢。靠主就是靠伊，将所有你身躯的重担放在伊的身躯，伊会当扶你、爱你，行过所有的困难。所以你就爱免惊，放胆来靠主，因为主是足可靠的。第二项，保罗教示阮，就爱学习的，就是爱齐心传福音。因为耶稣有交代讲，所以你爱去做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主、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甲因施洗。为着这，就爱去传福音。传福音毋是一个人的代志，传福音爱齐心。为着，毋过咧传福音时，常常人愈多，意见愈多，看到的拢是别人的不足，想到的嘛是大家无相像的。齐心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，是你无真正放下家己，包容别人，你无法度齐心来努力。我用一个细汉囡仔的故事，甲大家来分享。三只小猪的故事，大家对细汉拢听过。大哥讲伊要用草来起厝，二兄讲伊要用茶来起厝，小弟讲无，我要用庄仔角来起厝。因三个讨论到尾啊，起三间厝，拄着风吹雨打时，每一间厝拢有无同款的遭遇。确实当初因三个讨论，齐心用庄仔架来起一间大厝，三个人拢住内面，因都袂拄着这个问题。所以咧教会服侍要传福音，嘛是安尼。虽然你有你的方法，伊有伊的方法，毋过大家无齐心，尾仔可能有三间厝，有的倒，有的徛在，无法度有所有的人拢会当徛咧在的厝内面。所以要齐心来传福音，都要对思想开始，因为
咱都爱有一同的思想，才会当彼此同心，彼此齐心，才将阮所有的福音传出去。要齐心传福音，因为福音毋是一个学问，毋是一个文章记载咧册内面。这本册叫做《圣经》。福音是真理甲生命，传福音是要传真理甲生命。要传呢，捌多一个人传，爱一群人来传。咧福音书大家嘛记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人袂当行，伊瘫在遐，伊想要去见耶稣，伊无法度去，所以伊四个朋友就用锁甲绑起来。绑到遐人足济，袂当入去，所以因就齐心爬伫厝顶，对厝顶，甲即个人推落来，推到耶稣的面前。恁想看觅，即4支锁无齐心，即人已经早就落来啊！所以即4个人已经爱齐心，才会当稳当，食即个破病的人摆咧伫耶稣的面前。所以齐心是足重要的。耶稣借着即个故事，嘛是吩咐阮要传福音，就爱齐心。因为咧腓立比人书有讲，传福音会受苦，会征战。传福音是一场征战，有时会受苦，有时会拄到困难。所以保罗则甲腓立比人的讲，恁的征战就是甲恁看到我身躯顶以前所做的、所听见的一样。保用家己做一个榜样，来传福音的过程中，伊受苦，毋过伊有团队，因齐心，甲因斗3工，所以福音才会当传出来。所以爱齐心来传福音时，咧腓立比人书第2章，保罗阁讲，所以恁伫基督有啥物劝勉，也是有啥物仁爱的安慰，也是有圣神，有啥物交通，也是有啥物慈爱、慈悲、灵敏，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，就是当心济、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诚和合、心志专一。在这段圣经内面，保罗用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，就是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诚和合、心志专一。这内面有3重，一样出现足侪解。规个主题就是讲，大家爱齐心，爱同心合意。咱教会60岁啊，今年要庆祝设教60年。今日是教会甲社会的奉献主日。想看觅这间教会甲社会有啥物关系？阮有偌济活动是在这个社会中来传福音。传福音是一个真正，传福音毋是传文章，也是一个理论。传福音是传真理甲生命。传福音爱做伙传福音，亲像对林牧师来，大家咧讨论呢，就是这间教会已经60年啊，是毋是爱定期来建堂？
足侪人想讲建堂就是建一个新的建筑物，足水的建筑物，真正是安尼吗？建堂的目的是啥？建堂的目的是要传福音，所以建堂本身是传福音一个工具。建堂需要人，需要钱。开始人无法度齐心同心合一，这个钱嘛袂当来，这个代志嘛袂当推动。亲像迄个3个小猪的故事相像，毋通要啊起3间拜堂，阮着爱齐心来做这项代志。教会虽然有建设资金，毋过敢若千几万尔。要去这间新的拜堂，所需要的金钱比这几啊倍咧。大家无齐心，这样代志是袂当做的。所以咧，新人团契下骹，我咧即个月小会会提出来，要成立搁一个新的祈祷小组，叫做同心建堂祈祷小组。我呼吁大家用祈祷开始建堂，用祈祷来齐心，用祈祷来探这间教会，互这间教会会当诚侪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工具。兄弟姊妹啊，60年足久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时时思想耶稣，亲近耶稣，效法耶稣。像牧师最近的教导嘛是叫阮离开俗世的想法，独注目咧耶稣。因为当阮拢注目咧耶稣时，阮就有同一个心志，徛在会当互所信的福音来齐心的努力传出去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互阮有间教会咧遮会当来敬拜你，会当来亲近你，会当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传你的福音。主啊，在这个瘟疫的时代，大家人的心拢浮浮，人的心拢惊吓。线顶的礼拜虽然会当，互阮每礼拜拢来做礼拜，毋过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人虽然咧线顶，毋过心咧教会，互阮会当照着你的影片，闭在你的门框内面，撇开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征战，互阮会当齐心做伙来传福音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60首，圣诗160首，诗曲我需要主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有主引导我心里。
请坐。即是咱甘心来奉献，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。若是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，通毋免奉献。请为家己准备一个批笼，每一届礼拜将甘心乐意的奉献放伫个批笼内底，伫你方便的时摕来教会，也是将奉献的经验汇款至教会的户头。教会的户头伫周报内面，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即时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腓立比书1章27节 B， 在恁拢用上一个心志徛在，同心做伙，为着所信的福音拍拼。即时，咱来报告事项第1点。本主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礼拜中特别安排由本会信爱成人团契参与各项服侍，请兄姐同齐来为总会教会甲社会事工关心、代祷甲奉献。第2点，21号伫高雄公山教会。林牧师第2查某囝林嘉文，要甲公山教会杨志成长老公子杨恩嘉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恭喜。第3点，下主日是头城教会奉献主日，洪启亮牧师到本会正道请安，请为头城教会事工关心、代祷甲奉献。具体消息。第1点，16日伫济南教会7星中会召开第70届第3摆中会议会，本会由林耀新牧师甲冯灵慧长老代表参会。第2点，18号早时9点，伫罗东寿园怀德厅举行。郭李丽牧师，也就是王荣信牧师的妈妈入殓火化礼拜。当天下晡2点，伫罗东长老教会举行告别追思礼拜，愿主亲自安慰遗族。第3点，27至29日，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举办2021青年茶经营遇到你。欢迎教会青少年大专生辅导，对圣经有兴趣的青年踊跃报名。第4点，9月4号早时9点半至下晡3点半，7星中会职场事工部主办2021年职场宣教论坛，主题成为快乐的职场人，欢迎社会青年参加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赦免阮的辜负，一直用恩典对待阮。因为以前阮无法度见面聚会，也毋过阮犹原对你遮领受平安，也为着全世界来祈祷，请你保守每一个你所爱的人。阮教会破病的兄姐嘛受到你的保护。
感谢主，愿阮的祈祷蒙你的感纳。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吟散会诗。圣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吟煞请林牧师祝祷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是阮的主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主，阮对今仔日阮所领受的，主你搁一届圣神来引带阮、提醒阮。主，阮需要伫主你的面前欢喜甲主你结连，互阮会通踮伫主你的内面。互阮因为阮真实踮伫主你的内面。伫主你的安尼保护，伫你的膀胱的内面，主阮就会通安尼闪避撒旦对阮所有一切攻击，也互阮会通同心一意来安尼领受对主你来迄款安尼异象，互阮对主你来领受安尼异象，就来做成主你踮伫阮内面，迄款安尼异象所爱阮所去做。主，阮知，阮无应该用着阮家己个人的意思，阮乃是爱对主你领受你的心意了，阮会通同心一意来做成主你爱阮所做。求主圣神亲自不断来引带阮，来启发阮，来启示阮。互阮欢喜，会通安尼用着迄款同心志来同做同工来广看主你的教会伫即个所在，互你的教会会通甲社会会通有更较深、更较好的结连，互侪人因为教会踮伫即个所在，就因教会社会要因为教会来得到改变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尽正胜。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吊恁的是信实，伊也要正义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下伫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免。
请坐，灭道必会。